后来这个政府讲要开放到美国猪甲美国牛来进口，引发到争议。主管机关的卫福部长陈时中今仔日嘛第一届对外来说明，伊针对这个安全问题来挂保证。甲陈时中来问讲，台湾愿意开放来这个美国猪牛来进口，台湾是得到啥换到啥咧？陈时中的回应是，台湾换到国际上的地位。 换一个在台湾在国际的地位。一句话讲明，是安怎要开放美国猪肉、美国牛肉进口的原因，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身说明。基本上这是以前在议定书里面就已经答应的事情。如果一个国家的履约的能力都没有办法被国际认同的，其实我们是寸步难行了。 伊讲开放有300种的美国猪肉进口有政治上的考虑，不过伊嘛强调讲安全是唯一的条件。健康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嘛，健康是不能拿来做交换的。可以挂保证这个开放美猪是绝对安全的吗？挂保证开放美猪，适当的使用绝对安全。 陈时中唔拿挂保证，后来饲料署嘛公布风险评估的报告，结论是风险会使接受。所谓年龄层伫莱克多巴胺的剂量，拢伫每一天会使接受的这个安全量的10%。作为来俘虏剂量占每一天安全量的89.9%，风险优原会使接受。是讲建议北来唔通食伤济。散装食品、包装食品直接贩卖的处所，都要有标示清楚产地国。 按照各地标准，台湾将猪肉有莱克多巴胺的残留安全许可量定为0.01 ppm， 透过放宽美国猪肉的进口，换国际上的地位，不过敢真正安全，可能需要更加侪科学证据。